阮通食伊才死。以利亚甲伊讲：免惊去啊，照你所讲的来行，总是大声甲我做一个细的饼摕来互我，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医。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桶内面粉袂减少，盘内的油袂了，到耶和华落雨伫地上的日。妇人人就去照以利亚的话来行。妇人人甲伊的家甲以利亚食侪日，桶内面粉无减，盘内的油无了，拄照耶和华托以利亚所讲的话。以上，即时要请陈树林长老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带来幸福的信心，带来幸福的信心。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甲咱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因为敬拜上帝是祝福的开始。有阿妹无？阿妹。举起你祝福的手，甲头前后壁边的人讲，敬拜上帝是祝福的开始。阿妹。阿妹。姊妹，你有幸福吗？敢若无啥幸福，音了足细声。你有幸福吗？感谢主，圣诗甲咱讲，对主的人有幸福，对毋对？所以咱即摆拢咧对主，对毋对？所以咱有幸福啦。咱有啥物福？咱有千代福，千代一千代的福，因为10条诫的前4条就甲咱讲。敬拜上帝的人，一心守伊的诫命的人，要束缚到伫伊的行行顺顺，要直到千代啊！所以咱有千代福哦。兄弟妹，举起你祝福的手，甲头前后壁边的人讲，你有千代福。阿免。伫德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内面，一个犹太人叫做弗拉尔。甲伊个囝笑讲，若有人问你讲1+1等于偌济？1+1等于偌济？2对毋对？伊讲你袂使安尼讲，你再讲1+1大平2较大。这伫迄个集中营内面吼，遮个希特勒兵若要杀犹太人，足简单啦，伊就甲伊问讲，我问你1+1偌济？伊讲等于2，就拖去处死刑。所以这个弗拉尔甲伊个囝笑吼，因为讲1+1平2较大，所以吼，德国人听无呢，就甲伊闹咧，特别就用这个代志吼，在想讲，1+1敢会平2较大？吼，当然弗拉尔有伊个理想哦，伊有知影，因为伊有上帝的思想。所以咱要改变吼，爱有上帝的思想。我伫去年底会甲咱讲即个道理。总是要改变，咱要带来幸福，毋是干那爱有上帝的思想，嘛都要有上帝的信心啦。吼，上帝互咱的信心。所以这纳粹党伫奥斯威辛拢总杀死536724个人，总是。这2个爸仔囝却留落来，因为因真正有带来幸福的思想甲信心，所以咱今日一定要有带来幸福的思想甲信心，咱才会得到幸福。伫教会内面，信徒上重要，有3项训练，继续咧训练，继续无煞，一代一代。一个日拢咧训练，就是话语的训练、圣经的训练、圣神的训练、甲祈祷的训练。祈祷爱训练，有个人讲我祈祷无温数，其实你训练了，你就有温数。你祈祷的人拢会好，拢会互你祈祷好去。迄破病的人拢因为你的祈祷拢会好，遐忧闷痛苦的人拢互你祈祷了，拢会快乐平安。真正是安尼。爱有圣神的操练，圣神的训练，就是讲爱教人怎样去较无圣神，来得到圣神。
得到圣神以后，会做真大的工作，因为圣神伫咱的心内，所以会做足济工作，互咱家己拢料想袂到的工作。当然，话语的祈祷是长老教会较值得讲的，但是正确话语的训练，这是介重要的。告诉咱所听到的，若毋是正确的解经，会影响咱一世人，会行伫迄个歪错的路。所以有一真个异端，就是对伫无正确的解经来。所以这场训练会带互基督徒一生享受未尽的帮赞。那对上帝来的主导的这个灵性是帮赞咱信徒甲上帝来讲话，来听上帝的话，来甲圣神沟通，互咱的祈祷阁有较深沉的体验。旧年虽然有讲过带来幸福的思想，这是属于上帝所主导的思想。上帝对咱世间人分开，所以咱会通对上帝的灵来得到呼吸。所以咱呼吸，咱祈祷就是咧呼吸，咧呼吸啦吼。祈祷就是咧呼吸，读圣经就是咧食灵粮，传福音就是咧运动。假使咱若干若呼吸、食灵粮，无去传福音，安尼毋是健康的基督徒。所以健康的基督徒，因为咱人要健康，就要有这三项条件，都要常常甲上帝有呼吸沟通，常常读圣经，食主的灵粮，过来爱去传福音，做真好的运动，基督徒就会健康起来。有人讲信耶稣就会得到救，哎哟，这道理伤过简单啦！我相信袂落去。阮伫单独牧师的时代咧讲这个三福的时阵吼，我常常拄着这个代志，恁知毋知？讲哇，这伤过简单，这道理我信袂落去。总是咱也知影，伫清朝的时阵，还有较可怜的信仰，像讲义和团吼，伊相信伊的身躯吼，若大虎啊，枪支啦、刀枪拢拍袂入去，结果拢叫拍死，对毋对？印度嘛有一款教叫做戴拿，这款的教，因相信讲，逐日吼行20公里，食迄个食菜食食物，食物拢袂使有糖食过吼，用讲食这吼，就会身躯吼就会愈来修炼愈来愈悬，就毋免穿衫，后来吼拢毋免食饭，毋免食饭就死去啊！伊讲安尼会得救，听起来实在是真可怜哦。即款的信仰，拢毋是对上帝来的思想，对上帝来的思想，当咱去面对人生的时阵，就会徛伫人生的起跑点。我阁讲一摆哦，对上帝来的思想，当咱徛伫人生的就是互咱徛伫人生的起跑点。所以咱来面对上帝，伫日常的生活中间，咱定会受到对上帝来的思想。用顺服上帝的心，将思想甲生活结连，这就是信心啦吼。所以带来幸福的信心，就是咧试验咱的思想是毋是有用基督做中心，用神、用上帝做中心，用上帝话做中心。所以信心是上帝赐予咱伫生活、伫咱的生命中间。拄着失望、挫折的时阵，逆转的要素，会通克服真侪看会到的界限、极限甲弱点。请家去祝福手，甲你的病人讲，信心是咱伫失败的时阵逆转的要素来，信心是咱伫失败的时阵逆转的要素。当你人生无稳定，咱头拄仔所读到的圣经拍钉就是讲咱爱有稳定啦，若无拍迄个钉就是无稳定啦。所以迄个是一个真要紧的所在。当咱稳定的时阵，咱就会袂互这四季的风甲咱吹散，迄就是咱的信心。所以信心，当咱看到世间在转变的时阵，咱袂去转变，因为咱有拍钉，所以会通克服真侪看会到的界限。信心
照雅各书第2章26节，甲咱讲，像 PPT 来，身躯无灵魂是死的，信心无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咱的信心是付出行动的信心。有真个人信心都是干那限制家己的能力范围内面，所以迄个信心去甲人祈祷袂好啦。你一定要超出你家己的能力范围去祈祷，这就是伫圣神的内面祈祷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袂通放入面，就是今日有真侪人的信心，拢是干那有外表，无迄个实在的内容。有真侪人的信心，都是伫建立伫别人的信心的顶面。有真侪人的信心，都是听到别人做见证来迄款的信心。即款的信心，毋是咱本身的信心，即款的信心，毋是咱家己经历的信心。所以，基督徒爱去操练，互咱的信心真正是带来幸福的信心。那咱的信心是干那听来的信心，真学伫咱的生活的中间得胜，甲克服所拄着的难题。亲像医病赶鬼，医病赶鬼，咱拢伫看别人在做较济啊，家己拢无去操练着。医病赶鬼是实际的代志啊，因为耶稣会当做，咱嘛会当做。咱既然是上帝的囝儿的儿女，咱拢会通有耶稣的权柄去医病赶鬼。阮伫南部的时阵，足侪鬼啊，吼！若伫敬拜迄落，有个人就去互鬼附身，就会出现啊，就教会就有遮个祈祷团，甲带去后面去赶鬼，真正是安尼啊。所以赶鬼的即款的体验，咱真少拄着，这就是信心的体验。伫教会内面一定爱做即款的训练，话语的训练、圣神的训练、甲祈祷的训练，来操练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基督徒拢需要具备有行动的信心，毋是干伫喙内迄个信心那点，咱来用行动去经验咱的信心。所以咱要用行动去经验咱的信心，来对上帝来，是用上帝的角度在看，毋是咱用咱的眼光在看。安尼的信心才会建造咱的生命，这就是带来幸福的信心。安尼带来幸福的信心的条件是甚物？第一，逐日都爱记得食天顶所赏赐的灵粮。出来记第16章第4节，咱照咱的话来读来。耶和华对摩西讲：我要将粮食对天降互恁，百姓通出去，逐日收逐日的分，我通试验伊会无遵守我的法度。逐日爱去收逐日的分，咱有在读圣经无？咱逐日爱记得读天年的粮食去吃，因为咱若有食上帝的话，咱的心灵就会得到帮助。咱就要照家己的食量去吸收，毋好超过。就是出来记第16章第4节，甲咱讲的。有真侪经文甲咱讲，当咱的信心若要成就的时阵，就有魔鬼的搅扰，魔鬼会透过咱的思想甲咱讲一寡遮负面的话。毋是干那安尼尔，咱嘛会拄着别人甲咱讲啊，也是医生甲咱讲，你这个病袂好啦，这无效啦。你咧祈祷的时阵魔鬼就甲你讲毋免祈祷啦，祈祷无路用啦，这无效啦，一定会死啦，这就是咱这个时阵，就是爱用上帝话来坚固咱的信心。互咱的信心坚定，咱就会通靠遮个甲魔鬼赶出去，互魔鬼的搅扰离开咱的周围。2006年4月26日，我伫台北参加即个文道训练的时阵，有拄到一个长老教会牧师叫做吴桂万
牧师，伊是韩国人。迄日伊来讲课的时阵是禁食祈祷第91天。是安怎禁食祈祷91天？伊伫韩国3个月前就是因为大肠癌去互医生看，医生甲伊讲你爱手术啦。伊讲手术会安怎？伊讲手术你会加活3个月。讲若无手术咧，讲无手术你干那活3个月。伊讲手术嘛是加活3个月尔咧，活6个月，安尼我无爱，我爱手术啦，我要来祈祷。伊讲我要来祈祷100天，医生讲你会当活3个月90天对毋对？伊讲我要祈祷100天，真正走去迄个韩国有一个足有名的祈祷线，去遐祈祷。咱达道牧师较早嘛有带足个执事去遐祈祷，我知影去遐祈祷了伊讲顶咧教牧师真可怜呢。伊讲我伫遐6日的祈祷凭我一世人做信徒祈祷的时间较济，确实是安尼啊。现实嘛，所以伊来台湾咧讲课时是第91天无死的，还袂死安尼过半年以后10月，我去带信去甲高雄的即个武昌教会去遐咧MTS 的训练的时阵，吴国安牧师要伫遮呢，凭以前较胖皮无死，第就做见证。讲我即摆祈祷已经加180天拢总270天，伫遐佫做见证，无死毋是干那安尼尔伊对祈祷得着能力。我看伫咧台电话，医病赶鬼，病人伊安尼手换落就好去。什么款的人到因的手拢伊就好去。伊讲我对禁食祈祷体验上帝的观念，真正是安尼。讲我即边等于要去找迄个医生，伊甲我讲我干会当活3个月对毋对？我只活270天安尼9个月安尼。所以伊免问医生讲你佫甲我检查一遍，看我的大肠癌有完全好去无？拢总无食药伊就是安尼的信心。现实嘛，这就是带来幸福的信心啦。圣经甲咱讲，伫诗篇145篇19节，咱做伙来读来，敬畏伊的，伊要成就因的心愿，也要听因的呼求，拯救因。现实嘛，敬畏上帝是属福的开始，这是真大的证明啦。所以咱敬畏伊的人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伊要听咱的呼求，要拯救咱所以我对这个吴牧师的见证讲互咱听。伫圣经内面，耶稣嘛亲自甲咱讲咧，讲恁求就得到，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请 PPT， 互咱兄弟姊妹看这2节的圣经，真重要。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定定都爱用这款的信心，因为这是耶稣甲咱讲的来，做伙来，恁求就互恁，找就找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囡仔祈求的就得到，找着。就找到拍门的，就甲伊开门。伫咱生活中间，咱掠着耶稣的话，变作是咱幸福信心的开始。咱若袂记得上帝的话语咱就无幸福啦。所以兄弟姊妹，但是请你一定爱食对天顶来的灵粮，互你的心常常坚定伫上帝的内面，伫主耶稣的内面。伫圣神的内面，当咱记得圣经的话时阵，心内就会得到迄个确信，马上爱宣告讲我得到像这个吴桂元牧师所讲的，讲伊当伊禁食100天以后，伊讲我得到我好啦，伊有这款信心后来真正阮听到伊的消息，就讲伊真正伊即摆是现在伫韩国有一个叫做ED 医疗先锋团的副团长。专门在替人祈祷的，医病赶鬼足够的，因为得到伫这祈祷中间得到真大能力。兄弟姊妹，咱一定要知影讲，咱的生活一定要有正面去相信上帝话。不管人咧讲什么话，不管迄个知识咧甲咱讲什么话，咱拢毋免去甲插，因为上帝话语会应允伫咱的生活，上帝话语会带互咱信心去成就新业。第二是顺服，顺服是信心的变名啦。
他说咱所读的圣经内容记上悬17章13节到15节。这个以利亚甲官府讲，你先去做一个饼互我食。当你顺服的时阵，你就会看到你的信心要成就。当咱顺服上帝话的时阵，就要开始行信心的代志。咱毋免替耶稣操烦啦，讲迄无一定哦，若像即个官府讲，我互你食去，我都无啊，我通有通食，这就是人的常理啦。人的常理互你食去，都无安尼啊，通有搁有饼，但是伊利亚讲啥？讲你大先做一个饼互我。伊讲桶底敢剩一杯米粉的，饭内敢剩一个啥？剩1点仔油尔。我是要做，甲阮囝食，就要等死啊呢！听起来真悲哀，你知毋知？听起来足悲哀呢。总是安怎？总是讲好，我要照你的话行。当伊照以利亚的话去做，就是顺服啦。当伊顺服的时阵，就看到信心的成就。做以利亚食了，伊感觉可以桶仔底可以摸哦，还佫有一杯米粉的，一几滴油嘛，煎一个饼，做因囝食。即摆食咧，伊佫去摸，还有呢，佫有一杯呢。即摆若无顺服就无啊，若无顺服就真正等死啊。但是伊顺服，所以伫遐食足久啊。以利亚毋若饲以利亚，佫互伊甲伊的囝拢过真平顺的生活。因为即摆咱伫咱的生活中间，一生拢爱学习顺服。顺服是咱学习一生的功课。有当时咱祈祷还祈祷拢无咧顺服上帝。咱祈祷上帝，咱嘛无顺服讲咱都爱照上帝的意思去行，因为咱毋知影上圣神的旨意。所以咱要伫圣神的内面祈祷的时阵，咱都爱去知影明白圣神在甲咱讲什么话。有时咱咧祈祷，毋通干一直祈祷啊，静落来听看有啥物声在甲咱讲话。尤其圣神会透过咱的祈祷，甲咱讲真济话。所以，咱就爱学习顺服。伫约翰第9章第1节到第7节嘛有记载一个出世就是青面的人。耶稣用涂骹抹目睭抹抹，咱大家想讲，这款常理常理啦用涂抹目睭青面，就愈青面较会好。但是耶稣甲伊讲，你去西罗亚的治世，这个青面顺服耶稣的话。行真远的路啦去西罗亚的治世。当伊洗了的时阵，目睭就看见。出世就青面人，因为顺服来得到看见。伫韩国嘛有出现，伫现代我即马讲现代真正的信者。咱伫韩国时，咱常常看到信者，有一个半通宵的祈祷会，有一个妇人人带伊的囝，迄个囝是伊的查某囝啦伊的查某囝无耳孔啦，耳一个是有耳孔，一边无耳孔，无耳孔迄个所在敢一块蓝山肉，牧师祈祷了，有变有耳孔无？无啦，嘛是无耳孔对毋对？要安怎？牧师甲伊讲，你转去。逐工继续祈祷，望伊的耳仔祈祷，上帝会恢复伊的耳仔。迄是伊本来伊想要爱嘛。这个妇人人就转去就甲伊的查某囝逐工就甲祈祷就望迄块蓝山肉祈祷，望一礼拜以后变做一块较大块蓝山肉呢。佮望20工以后，变做半块耳仔出来。佮望40工祈祷以后。变做一个完全的耳仔，佫有耳孔开开哇！这个新者伫韩国是足侪人知影。我以前嘛我伫祈祷会中间我嘛讲过，一个出世就青面的妇人人40几岁啊！韩国的大代志，伊敢若念主的祈祷文，念要甲2万遍。有一天，伊因为伊袂晓祈祷嘛，无会晓看字嘛，就敢若一个技术甲伊讲，你着用。袂晓祈祷，你利用注解是咱祈祷文祈祷，就甲，就加背。所以伊若坐咧，
就是用主的祈祷文祈祷到差不多要到2万遍的时阵，伊的目睭就开开啊！哇，这个韩国吼，真罕的真撼动的代志啊！哦，主的祈祷文有遮大的能力哦，兄弟姊妹，可能咱想拢无想过，你逐工一定爱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主的祈祷文真正真有能力，咱真正想袂到。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捌的代志要作些啦，因为伫信心的内面，上帝要甲咱成就，所以顺服是信心的辨明。你甲咱顺服迄个即事的教导，伊就目睭开开。兄弟姊妹，伫约翰11章，耶稣嘛安尼讲哦。咱做伙来看，来，耶稣讲：“我毋是对你讲吗？你若信，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你若信，就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兄弟姊妹，上重要就是伫迄个信心。戈登麦当娜吼。麦高登吼，这个牧师伊有讲一句话吼，伊讲顺服就是开启每一扇门的锁匙，所以咱一定爱用顺服去营造咱的信心。顺服是信仰生活上重要的要素之一。顺服是咱爱逐工去做的，所以顺服。互咱成就信心的新约。第3点，信心是爱用仰望的法则。伫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伊甲咱讲啥？讲信就是所毋望的代志的事实，是未看见的事的确据。你都要相信，信要成做事实，信要成做确据。当咱用信心去祈祷的时阵，咱就要用正面的渴望去看。祈祷的时阵，爱去想象，爱去看见，爱去听候上帝的话，要甲咱应允是啥物话？相信你所求的代志已经成做事实。天国毋是死后才去的啦，天国就是现在就会当去的，你知毋知？你的心内有天国，你已经到伫天国的内面，伫咱的生活就有天国。所以兄弟姊妹，咱信耶稣的人是行伫一条永恒的道路，已经行去了。咱死的时阵，咱就进入那个永恒的国度，咱会进入迄个永远的国度。所以咱这不是咧行呢，天国毋是死后才去的，是即马咱就会当去。这就是用仰望的法则去看。所以咱有看到的时阵。咱有看到代志特别成就的时阵，咱就赶紧用正面的言语来甲伊宣告，讲上帝已经实现我的祈祷。我有一个长老，伊去天国，伊去天国咧看，啊天使就带伊四过看哦，啊看，讲即间房间遮大间，啊是安怎说的？啊天使就开互伊看，讲你看觅内面足侪礼物啊！我现在礼物囥伫遮拢无分出去，伊讲有啊。啊，都有足侪信徒吼，甲上帝求啊，上帝本来拢甲伊礼物拢包好势，要甲送出来，啊，总是安怎？伊都无信心来领，啊，所以拢积伫遮啦，囥伫遮啦。即摆咱的祈祷，咱就要用信心去甲伊领受。若无咱的礼物真无彩，拢囥伫天国呢。所以即摆咱一定要有信心去领受上帝要互咱的礼物，请甲你的边前后人讲，咱爱有信心去领受上帝的礼物来，咱爱有信心去领受上帝的礼物。过来，咱的祈祷嘛都要坚持。有的人祈祷一半都无去啊，祈祷了就放袂去啊。吼，像头拄仔课有说讲，祈祷一半都放袂去啊，就放袂去啊，祈祷了就无去啊，袂使安尼是啦。咱的祈祷都要坚持啊，因为坚持它会成做事实。伫罗甲18章耶稣嘛有讲啊。哦，迄个官府定来甲迄个法官伫遐咧吵，哦，法官就互你啦，哦，替你食啦，哦，就是安尼。所以咱袂使祈祷一半就停去哦，爱继续祈祷啊，哦。新来甲即个爱默生伊嘛捌讲，所谓的英雄并毋是凭一般人较勇敢，差别就是伊
平一般的人佫较坚持1分钟。你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你都要坚持你的祈祷，毋通祈祷一半就无啊，祈祷了就放袂去啦，逐工坚持哦，还袂得到，你都要坚持。所以，伫即个马太15章，伊嘛有记载讲，迄个伫迄个叙利亚附近，迄个妇人人带伊查某囝来，甲耶稣求啊，讲伊迄个贵妇身有病，耶稣吼甲伊讲遐真安尼固执的话，信徒嘛讲好，你走啦吼，免来吵啦，总是伊的信心坚持。伊甲伊所讲迄狗吼，嘛有食主人对桌顶落来遐物件咧，耶稣听了讲，信心有够好，一句话尔，甲伊的查某囝医好。因为即摆，咱一定爱坚持咱的祈祷，坚持咱的信心。所以学习坚持是一门真重要的功课。威灵顿将军伫滑铁卢将即个拿破仑甲拍败的时阵，两边拢咧坚持哦。但是威灵顿将军伊是信上帝，相信上帝啊。拿破仑是信家己啊，所以信上帝讲上帝赶紧啊，阮两边的救兵拢咧来，后湾遐个兵拢咧来，总是威灵顿将军甲上帝求，上帝互即边的救兵路尽平坦，较大声赶到。拿破仑迄边的救兵安怎？甲落一个大雨哇！煞阵迷路去啦，看大雨互种迄个印度人看无，迷路去，慢几分钟的时阵就安怎？失败啊嘛！拿破仑完全失败受了。所以威灵顿将军伫战后。伊转到英国，伊发表一句话讲上帝几滴啊雨水就互拿破仑失败。哎呀，上帝实在是真伟大！兄弟们，爱坚持，仰望甲信心，亲像一个钱的两面。当咱用带来幸福的信心祈祷的时阵，就会将这个两面甲伊连接起来，信也就会发生。因为信是所望的事的事实的实底啦吼，这实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是近伫土地宽增啦。假使你若有落着土地宽增，迄个土地无论伫倒位你无看到对毋对？迄个土地是毋是你的？是毋是你的？还是别人的？当然是你的啊！所以信之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就是所望的代志的事实。因为你有迄个土地宽增啊，所以迄就是一个较旧啊。迄个土地一定是你的。最后，咱毋是干有这信心，咱就要搁确定咱的信心的内涵。伫诗篇81篇第10节，有甲咱讲啥？咱做伙来读来。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你对埃及地带出来，你就爱大大开喙，我就甲你充满。咱咧祈祷的时候毋好干那祈祷遐鸡毛蒜皮的事情啊。对今日开始，你爱祈祷较大的代志，你的信心爱扩大。你的信心若敢扩大，上帝敢互你啦。上帝是万富为上帝呢，所以你嘛干那求迄个小小的代志，求较大咧啊。诗篇81篇就是甲咱讲即个话，兄弟姊妹，1+1大于2，迄个故事是还袂完哦。当战后，即个弗拉尔甲伊的囝姐分派去美国的德州的所在，因伫遐开一间铜器店，当时一磅的铜是3角半。弗拉尔就问伊的囝讲：姐，即马一磅的铜是偌济钱？伊讲35美分啦吼，美分吼，讲35美分啦。伊讲做犹太人袂使安尼讲，你就爱讲35块。35美分是3角半咧，伊讲你就爱讲35块。迄信心足大。看到足大真正，
因会通将一帮的即个糖做足济物件，做喇叭、做糖果，啊去卖甲足济钱出来。因捌对一磅的糖去卖甲3500块美金。后来胡老也过身去啊，20年后，即个20年后，即个胡老也过身少吼，伊就开始独立经营。伊对因老爸所学到遮，真正是倚靠上帝的思想来的迄款信心，非常的大。有一遍，即个胜利女神，纽约迄个胜利女神，拢知影啦吼。伊是，伊毋是敢若看到细细，伊是22层楼的一栋建筑物，你知毋知？我伫35年前，我捌去纽约捌爬过22层。纽约市政府想讲甲伊更新一下啦吼，慢慢落22层，这所有物件拢甲搬清清的，就清了迄个广场的所在，甲伊囥咧。我整做一大堆的粪扫囥伫遐，就开始讲有啥物人要来买这个粪扫啦？吼，讲迄个粪扫是粪扫嘛有土啦，嘛有茶啦，嘛有糖啦，嘛有盐，嘛有砷啦，拢铁器拢有。伊入标吼，逐个人想想，安法规吼定甲遮严的吼，就介绍就愈来愈落来，愈降落来。当即个小伊伫法国伫旅行的时阵，看到一个消息讲即马即个物件咧降价哦，伊就开始对法国直接飞到纽约市，就起来出标，结果迄天拢无人标啦，伊用350块美金甲伊标落来。有人讲即个少吼，足戆的，3个月内爱处理完毕呢，3个月内处理无好吼，遐个环保局会来甲伊罚钱哦。搁一个环保局人嘛时常来甲伊警告呢，讲你这安怎物件顶遮会安怎，足济遮规则伫内面，总是少。伊标着以后，所有员工拢调过来，甲即个茶变做迄个纽约迄个广场的迄个形，做底板，会当放地，会当放即个花栽，甲遐个土吼，伊用迄个花盆按甲放放安尼7、8分甜，甲种一个花安尼，伫遐卖。遐个砷盐啦、糖遐甲样样咧做迄个锁匙钳一个卖3块半的美金，卖甲欢喜甲，无3个月，拢总卖了，跌破所有人的眼镜350块的美金去买即大堆的物件，伊伫遐拢总卖出350万美金，1万倍，350万的美金，兄弟们，信心都爱亲像少，在确定伊的事业同款。所以诗篇81篇第10节甲咱讲，你都爱大大开喙，我就甲你充满。请咱会记得，咱的上帝是丰盛的上帝。你若大大开喙，伊要互你，伊要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咱都爱常常用信心来看。甲咱教会到今年底，要坐满1200个，无人阿免的，敢若无真大声咧。甲咱教会到今年底要坐满1200个，感谢主。有几人的敬拜团即摆敬拜团还伤少啦。有几人的鼓手，有10外个在弹琴的司琴，有100人的诗班。用信心去看啦，上帝要互咱看到。我逐工来咧祈祷的时候，我为着迦南教会祈祷啦。迦南教会是我的母会哇，看到用信心来看，看到讲1200，咱毋是干那看尔，咱都爱去做所以咱的小组爱去做即个福音的即个地会。互小组，逐小组拢会当引出足侪人来信主。我相信咱的小组即马几组，20外组对毋对？咱若一年做4摆福音地会，母亲节嘛福音地会，过节嘛福音地会，爸爸节嘛福音地会中秋节嘛福音地会过来啥？圣诞节嘛福音地会
福音大会会当引选足侪迷信者来信耶稣呢？咱伫福音大会，咱去设计有一个人来做见证。你到年底，咱的教会就较甜甜啊。咱无去做，咱的所行若无下伫咱的信心的宣告，无路用。所以咱有信心，咱嘛得去做。兄弟姊妹，我望恁，然后加上恁的祈祷，毋是干那我咧祈祷，恁的祈祷，上帝要带来幸福的信心，伫咱的教会中间。请咱大家做伙来求，咱相信圣神，顺服圣神的引带，上帝就会大大复兴甲咱教会。伤细声啦！上帝要大大分享咱甲咱教会，感谢主。马可第9章30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节圣经。这嘛是今日的金句啦吼。来，耶稣对伊讲：你若为信，伫信的人凡事拢会。搁一摆，你若为信，伫信的人凡事拢会。顶回我捌讲到一个金牧师，对毋对？伊敢若救一个 Toyota 的二手的汽车，结果上帝真正伫3个月内就享受伊。伊讲：哎呀，真后悔啊！迄阵他无救一台尼桑的吼。伫伊的教会共款，有一个青年互伊影响哦。伊甲牧师讲：牧师啊，我求上帝，互我一支真好的这个电吉他吼，电吉他哦，互我会当弹。上帝，迄个牧师甲讲：你着用仰望的信心去做啊！你要祈祷安尼，你嘛着爱有操练啊！哦，这个青年真正，伊着去无吉他，伊嘛去买一个这个 pick 吼，哦，逐日伫遐弹咧，吼，若看着牧师啊信徒啦吼，吼，伊嘛踮遐弹甲呢吼，足欢喜，安尼足快乐。弹3个月啊吼，也无看到迄支吉他，拢无看到啦。3个月以后，伫美国有一个摇滚乐吼，即个福音队来到日本咧报道，吼，盛况空前哦。伫最后一天吼，福音队的队长对迄个真慢的遮个日本的青少年吼，伫遐咧听报道的青少年讲，我今日来到日本哦，看到恁遮侪人参加我的报道会哦，我非常感动。我上届珍惜的一支电吉他，要来送互恁啊！这支电吉他呢，是美金12000外块，12000外块呢，40万台币呢，兄弟姊妹，恁若要讲的是大家在咧准备哦，恁若哇大声举手的，举起来100几支手拢伫遐，都一直举。讲看袂出来，搁一摆，手中有提册，提册足济拢举起来，有无？太济人啊，无法度。后来讲这安尼吼歹用啦，安尼啦，恁中间裤袋仔内面若有人摕一支吉他pick的，这支要送互你。1万外人的中间多加这个青年，金牧师的教会青年，因为伊逐工拢。伫裤底啊，对迄个 pick， 伊讲，我有啦，我讲，还佫有其他人无啊？这支12000外块的电吉他，你的，兄弟姊妹，你有信心嘛？得定来操练，亲像这个青年共款，伊有伊的牧师的信心，因为带来幸福的信心是逆转人生的要素。相信这个信心嘛是咱一生的操练甲学习。咱在仰望上帝，咱有仰望、有坚固的信心的生活，要互咱真幸福的代志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所以你都要定定讲，我嘛会通做啦，我要试看卖啦。你以前若捌试过，你来讲我嘛会使啦，我要来试看卖啦。来，大家做来讲来，我嘛会使啦，我要来试看卖的啦。有时阵虽然咱感觉前途非常的黑暗，足侪人是安尼哦。讲我的前途黑暗，我无仰望啊，请你茫看环境，只有仰望上帝，我靠伊要带来幸福的信心，
你都要用积极的言语来过正面的信仰生活，就会互你带来幸福。愿大家拢会通透过上帝的话语，找到信心成长的路，并常常顺服上帝圣神，甲伊沟通，时常仰望上帝来提升你的信心。常时都要常常甲有信心的人连结，做伙祈祷，做伙沟通，互你的信心会哪坚固，会通过幸福的人生。愿上帝祝福你，甲你的边前后人讲你要靠着信心过幸福的人生，你要靠着信心过幸福的人生。阿免。现在三个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叫阮都要相信你，因为你讲出的话无一句会空等于到主你遐，所以阮爱对你的话来建立信心。阮常常敢若看到阮家己的困境，阮常常无听上帝你的话，阮有读圣经总是无相信，就是迄是一寡神话，总是有真济的信者成就伫上帝主你的话的顶面。阮感谢主，今日叫阮看见对信心要成就阮幸福的生活。主啊，求你祝福，互今日无幸福的会通得到主你所享受的幸福。主你将信心放伫因的内面，互因常常对圣经的内面、对上帝的话得到信心，得到祝福。感谢主，阿多主，主阮也要感谢你，你要借着阮的信心，我看到迦南教会已经50许年啊，伫今年底要坐满1200人，我着100人的生活队直接要来献诗，要来感谢上帝你的大恩典。主求你，互阮逐个人拢有看见，互阮逐日用信心来祈祷，也行出信心的道路。逐个人拢勇敢去招阮的朋友来参加这个见证会、这个福音的餐会。互阮每一个人会通对阮的行为、对阮的祝福，来为着上帝国得到济济的果子。感谢主，阿多主，恳求天父上帝照你的话来成就伫迦南教会。哈利路亚！罗卜伫主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感谢、袂堪得，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